男子震惊地发现，在电视前强调战斗的特朗普，他的身旁竟出现2只鱿鱼怪。这些鱿鱼怪似乎散发着某种魔力，能够肆意煽动情绪，主宰一切。连特朗普的女儿旁也有这种怪物。男子走到街上，一位流浪者对他大声警告，千万不要信任他们。但男子只当自己出现了幻觉，并没有搭理对方。可下一秒，竟看到一辆豪车里坐着的也是鱿鱼怪。随后，他发现原本装猪肉的货车里竟装满了人肉。不仅如此，餐馆里一名鱿鱼怪正在享用的竟是人类婴儿。就在1天前，他被工作多年的公司解雇，失业的压力让他感到无比焦虑，于是来到一家诊所，医生给了他一种新研发的药物。服药后，男子发现街头巷尾都是鱿鱼怪。当他把这一切告诉女友时，女友却以为他疯了，劝他不要再服用这种不明药物。男子希望女友也试试这样他就会相信自己。但女友拒绝了，并愤怒地离开了家。男子出门后发现自己不知为何被政府通缉，他急忙回到诊所询问医生关于药丸的事，没想到医生抬头一看，竟也是鱿鱼怪，吓得男子立刻逃离。但他在街上还没走几步，警车再次把他截停在路边，车里跳出来的竟是个全副武装鱿鱼怪。这怪物举着来福枪对准了男人吓得只好转身狂奔，但鱿鱼怪紧追不舍，步步紧逼。男人在转角抓起一块砖头，毫不犹豫地朝鱿鱼怪的脸砸去。看到地上的鱿鱼怪还在挣扎，他又连续用砖头猛击，直到确认鱿鱼怪彻底不动为止。男人看着自己血迹斑斑的双手，捡起地上的来福枪，走到自己前公司楼下给女友打电话，结果却被冷冷挂断。处境绝望的男人拿着来福枪走进了公司，发现前领导竟也是鱿鱼怪，他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枪声让公司里的人惊慌尖叫。那个刚被射中还没死的鱿鱼怪试图逃开，却被男人一枪爆头。四周人群惊恐四散，他们不知道这男人并非杀人狂魔，他只针对那些鱿鱼怪。在办公室，他用枪逼着经理走出来，大声呼喊女友的名字。原来他只是想见女友一面，希望她相信他不是疯子，只要他吃下他的药丸就能证明。女友见男人越发激动，只得答应吃下药丸。女友服药后，男人孤身一人离开，走向大楼的天台。他本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却发现枪里早就已经没有了子弹。下一秒赶来的特警就把他团团包围，毫不留情地扣动了扳机。他的女友此时则呆坐在走廊里，因为他绝望地发现自己面前的警察竟然真的是男友口中所说的鱿鱼怪。